樓價處於低位，部分金融海嘯貨多年後仍錄蝕讓。鰂魚涌康怡花園一伙兩房單位最新以620萬元沽出，尺價10,403元。原業主於1997年金融海嘯時期高位買入單位，28年後賬面仍要蝕讓15萬元離場，輕微貶值2%。市場消息表示，該單位為康怡花園 D 座中層16室，實用面積596平方尺，兩房間隔，望內遠景。單位早前推出放盤後，近日以620萬元沽出，折合尺價10,403元。持貨28年，賬蝕15萬。根據中銀及恒生銀行網上估價顯示，單位的估值分別為663萬及705萬元。按最新成交價計算，造價較估價低出6%至12%。原業主早於1997年以635萬元購入單位，持貨28年轉手，賬面仍需蝕讓15萬元。單位多年來樓價貶值2%。